每一日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是7月18，是主日，是咱敬拜上帝日。兄弟姊妹，你有喜乐无？你有欢喜条条的心来敬拜伊吗？诗篇第5篇第11节安尼讲：紧啊，我靠你的原因欢喜，原因应应欢喜出声，因为你必有因，我愿遐个疼惜你的名的人，拢点伫你来欢喜。紧啊，投靠主的人，主讲原因拢会通得到欢喜。咱每一个人若介意主的名，疼惜主的名，拢要靠主来欢喜着跳。咱大家来祈祷，互人有盼望甲喜乐的主，愿感谢你。伫世间虽然有苦难，总是愿知伫你的内面有平安。主，你互阮知，喜乐的心是好药，忧伤的灵互骨孤单。所以，愿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，因为救阮的上帝来快乐。主啊，阮只是需要对你来的喜乐来充满阮，互阮无阁担心挂虑，互阮无阁忧愁烦恼，因为阮知烦恼袂互阮加活一刻久，烦恼转会互阮心灵孤单。总是若是喜乐，就要成做阮的良药，成做阮的医治，会互阮的心灵得到健康甲养助。主啊，今仔日是主你所赏赐恩典的日，是阮要敬拜你的圣日。阮恳求你，互阮通用清气的心、圣洁的灵来调记你的名，互阮同日有你所赏赐的平安甲欢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